各位好，我係啫喱頻道嘅阿威，歡迎翻嚟今集嘅日常不尋常。首先講句唔好意思先，因為最近工作繁忙，唔夠時間寫《騙局地獄》第2集嘅稿。咁啱近日呢就爆出呢一單英國史上最大比特幣嘅詐騙案，一個中國嘅女商人點樣呃咗128000名嘅受害者，捲走咗高達55億英鎊嘅比特幣，被稱為英國嘅世紀洗錢案。涉案金額幾咁大，被英國警方稱為全球數一數二，仲創下世界最大單一加密幣嘅扣查紀錄。錢志敏呢一位被稱為財富女神嘅47歲嘅女商人，終於喺倫敦嘅法庭認咗罪。今集我哋就揭開呢一宗世紀嘅騙案，歡迎同我哋一齊揭秘呢個日常有幾咁唔尋常啦！多謝大家睇我哋嘅節目。如果你係第一次睇我哋係以不同嘅角度去分析，究竟日常發生嘅事係尋唔尋常。歡迎你同我哋一齊做一個社會實驗。記得訂閱我哋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下次就可以通知你最新嘅節目。首先，等我哋睇睇呢一宗嘅騙案完整嘅時間線。呢個唔係一夜之間嘅事件，而係由中國開始，一步一步咁蔓延到英國嘅國際陰謀。喺2014年，一切由中國開始。錢志敏化名為張亞迪，佢年僅30幾歲，憑藉住甜言蜜語同埋高回報嘅投資嘅宣傳，策劃咗一場超大型嘅龐氏騙局。佢主要針對住一啲50至75歲嘅老人家，呢一啲受害者多數係生意人、銀行嘅員工，甚至係司法嘅人員。被親友介紹啦，紛紛都投資咗數十萬，甚至係1000萬嘅人民幣。錢志敏被受害者昵稱為財富女神，因為佢承諾每個月有高達20% 嘅回報。結果高達128000名嘅受害者血本無歸，總金額超過數十億嘅人民幣，全部俾佢轉換成比特幣匿藏起嚟。呢一場嘅操作令佢由一名嘅無名小卒變成咗城下嘅富豪。到咗2017年，中國嘅騙局開始崩潰啦。錢志敏用假護照，神不知鬼不覺咁去到英國。據消息講，隨行仲有佢嘅一個小幫手，叫做溫健。溫健係一個43歲嘅中國外賣店嘅工人。佢哋一夜之間喺倫敦嘅北部購買豪宅，開住一啲嘅名車，仲送啲仔女去國際學校讀書，更甚至喺杜拜買咗2個價值50萬英鎊嘅房地產。佢哋合作嘅分工係溫健幫手用比特幣買樓啦，試圖洗白由中國翻嚟嘅錢，而錢志敏就低調咁潛伏喺背後，繼續操縱大局。2018年，英國倫敦嘅警察收到情報，啟動咗7年跨境嘅調查。佢哋去到錢志敏嘅豪宅嗰度，搜查咗錢志敏嘅設備同埋一啲嘅保險箱，裏邊收埋咗61000個嘅比特幣。以現時嘅價格嚟計算嘅話，呢一批嘅比特幣大約係等於55億嘅英鎊，折合即係570億港元度，成為史上最大單一加密幣扣查案。但係好唔好彩，俾錢志敏走甩咗。但係警方同時已經鎖定咗佢嘅網絡噶啦。直到2023年，錢志敏足足匿埋咗5年。警方監視另一個嘅共犯何勝齡，一個46歲嘅馬來西亞人，佢幫錢志敏喺英國同埋蘇格蘭交易比特幣。調查牽涉多個國家，包括喺中國嘅天津同埋北京嘅執法單位，翻查數千個物件，證明呢一個嘅比特幣係犯案嘅來源。中國當局亦都介入咗，設立咗受害者賠償嘅計劃，部分人已經攞翻錢噶啦。直到2024年嘅4月，終於錢志敏同埋何勝齡喺約克被捕，同時扣查咗價值1100萬英鎊嘅加密設備、現金同埋黃金。喺5月22號，溫健
喺南華克皇家法院被判咗6年8個月嘅監禁。佢承認轉移咗150個比特幣，價值170萬英鎊，仲被勒令3個月內要償還300萬英鎊，否則要加刑7年。到咗2025年嘅9月，錢志敏喺法庭上邊承認咗非法取得及持有加密貨幣嘅罪名，而何星力亦都認咗罪，牽涉1620萬英鎊嘅沒收程序。兩個人而家被羈押緊，需要等到11月會再審判嘅，預期刑期亦都唔會太過輕嘅。暫時事件就到呢度為止啦，有進一步嘅消息我哋會跟進大家。多謝大家嘅體諒並收睇今集1.5集嘅騙局地獄。如果中意今集，不妨分享出去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一有最新嘅內容就即刻可以通知你噶啦。仲可以 follow 埋我哋其他嘅社交平台，包括係 Facebook、IG 同埋 Threads，嗰度有啲額外嘅資訊可以提供俾你哋。我係啫喱頻道嘅阿威，我哋下集騙局地獄第2集再同你哋一齊睇下呢個日常有幾咁唔尋常啦。